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8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新北市又搁发生抢案，新店今仔透早，警察咧了解有枪的嫌犯，向嫌犯的车开2枪，嘛找到4支枪。NCC 已经通过假电视的党干事变更案，搁有第4届上计案定伫第86频道。在野党是批评 NCC 脚踏民主精神。国防部昨暗表示讲，有2只罗西亚的护卫舰驶经过咱国的东部海峡，国军强调讲，咱的军机、军舰、各飞弹系统拢有做准备。新台市来看，新北市又搁发生抢案，新店今仔透早，警察接到线报要去抓一个姓陈的查甫人哦，也毋过嫌犯抵抗，警察是向嫌犯的车开2枪，嘛伫伊的车内底搁有徛家找到4支枪，抓到2个嫌犯。警方嘛发现讲嫌犯可能家己有做炸弹，嘛出动拨破小组来现场处理。七警也称向人人开枪，接到线报讲这人有真侪枪，时时保持警觉。车内查甫人想要冲动击捕，员警下令幕后各向车开枪示警，警匪相向，最后强行将人压制。出来看的时候，好像是警察在跟歹徒正在搏斗。很多人的声音啊，后来说要开枪就开2枪，砰砰。车身留着明显的枪支孔。台北市警方跨辖区查缉28号透早5点半，伫新北市新店连续开2枪，逮捕嫌犯。车内超出1支改造的枪，为嫌犯徛家，搁查到3支非法的枪，包含海洛因、安非他命等真侪项毒品原料，初步市价差不多是50万。降落未稳，由员警插上车，这姓陈的嫌犯，家己讲是得到渐冻症，有枪炮甲毒品前科，过去真侪摆被抓。今年5月伫新店，嘛甲警方交火，即摆搁被抓，员警搁查出厝主甲有合作关系，共款列为嫌犯，带回侦办。对于诚信犯行的了解，过去也有涉及到相关的枪炮的案件那所以这次我们特别调集大批的警力，那利用这个清晨。民众较少的时段那减轻对于周边的一个干扰，最后也在没有伤亡的过程中将这个诚信犯嫌来做逮捕。用真侪层塑胶袋啊包掉咧，亲像铁管的物件，放伫嫌犯厝内，员警唔敢大意，都惊是土制爆裂物。刑事局也出动爆破小组到场，专按照枪炮弹药、毒害管制条例等罪嫌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哦 ，NCC 审理假电视的党干事变更案，还有第4代上计案，定伫第86频道。NCC 表示讲，这案已经有附带条件要求通过了。也毋过今仔早起，在野党的立委是质疑讲 ，NCC 趁立法院收回安排审查，嘛有去 NCC 抗议。我答应讲。中地楼梯间无法度出去，国民党立委报警处理。讲 NCC 违反消防法规，违法甲安全门锁起来，请消防人员到场处理。NCC 立委再度摆新假电视党干事变更案，也个第4代上计案。那也立委认为 NCC 是趁着立法院休会关闭摆审，搁到 NCC 抗议，结果员工不互因入去，掉伫咧楼梯间。我们在这边大声的呼吁 ，NCC 要开大门走大路。有没有土地？有没有黑箱？要跟社会大众说清楚、讲明白。陈耀祥主委明显不适任，他已经被北检就是列为渎职的被告其中之一了。这样子的一个不适任的关系人，还可以如此大言不惭的主持这样的一个会议吗 ？NCC 伫咧5月初办审假电视案件时阵。迄当阵，南洋立委就冲入去 NCC 大楼前做抗议。迄当阵因为假电视董事长陈友无到场陈述，要改做离背审查。时代力量立委也到场抗议，希望 NCC 主委陈耀祥唔通放水护航假电视。一位长期针对禁电视案要求要调查清楚的这个委员确诊请假。
今天只有5位委员要来，让我们非常遗憾。因为检电视2件案件的审理期限拢已经过期，不论上尾审查结果出来是毋是通过 ，NCC 拢会伫咧最近提出结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海无平静，国防部昨发布发现2只罗西亚的护卫舰，驶经过咱国的东部海峡。国军强调讲，全程拢有掌握，咱的军机、军舰、各飞弹系统嘛拢有做准备，要来应用。学者是分析指出讲，罗西亚应该是展现中国罗西亚战略同盟，反制美国军舰航行台海。两岸情势紧张，对台湾造成的威胁，毋但是中共的军机舰。有渔民伫切看到宜兰东吴外海26海里的所在，敢若是有2台俄罗斯级的舰艇。国防部证实有侦测2台俄罗斯级的护卫舰，由南向北航经过咱东部海峡，自苏俄外海向东南方向脱离咱应变区。因为俄国的舰艇出现伫咱东部海峡，真罕见。对咱方24海里的连接区离无远，引起大家的注意。国军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全程掌握俄舰动态，并检派任务机、任务舰以及岸置飞弹系统，严密监控应处。国军强调有全程掌握俄舰的动态。学者分析，俄国太平洋舰队参加印尼的科莫多多国海军演习，伫结束了向北登去。对军舰的外形来看，应该是333完美号，一个335响亮号，以及舰队加油舰佩琴加号。分析5项航行的位置，学者认为俄国挑钢筋挖滚台湾的方向行，向美国展示中俄战略同盟的紧密关系。互外界担心，中国俄罗斯的舰艇未来是不是联手行过台湾海峡？这不能排除哦。不过我想，俄罗斯海军它参与的这个频率会比较少一些哦，因为俄国太平洋舰队的实力是比较弱一些的。美国的这个海岸防卫队的史崔顿号这个巡防舰哦，在穿越台湾海峡，而且是低速通行的情况之下，俄国军舰就配合这个中共的一个诉求来采取这样的航路。另外，国防部2月发布，总共侦测强机11台次，其中BZK-005无人机飞过中线，无侦测无人侦察机19反舰直升机侵入咱西南空域。国军拢时常伫咧监控应处。越南海军是举行航舰杀手多工级别飞弹巡航舰、第2台量产舰、护港军舰的交舰，来强化区域的防空能力。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2日带团访问日本东京4天，将对半导体、能源等议题甲日本交流。这嘛是台日断交让将近30天，搁再有行政院副院长去日本访问。郑文灿嘛甲日本的执政党自民党的副总裁麻生太郎见面。学者嘛指出讲，这向定台日的关系，对非官方进一步到半官方哦，算是一大突破。那希望未来能够展现台日2个国家产业合作的潜力跟实力。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26率领经济产业交流团访问日本东京4天，除了拜会日商，嘛强化半导体产业链，会当和能源重要政策顶悬进行交流对话。郑文灿嘛伫面册顶悬抛出甲驻日代表谢中庭做伙拜会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佮政调会副会长铃木幸佑的相片。这嘛是台日断交了后，行政部门官员内底第2高层。前一遍傅吉奎访日，已经是伫1994年李登辉执政的时期。那这个行政位阶仅次于这个副总统的行政院副院长，他有一定的这个代表性，去进行日本访问，可以强化台日之间的关系。这边郑文灿访日，互看作是外交突破，除了经贸议题，嘛去拜会执政党自民党，佮有前首相麻生太郎会谈。郑文灿嘛表示讲，强化台日友好，做伙来拍拼。学者认为讲，这嘛显示出台日关系会对非官方提升到半官方。在自民党本部呢，见到麻生太郎呢，非官方现已到了半官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除了台日关系受到关注，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众议员罗杰斯
伊嘛带团来台湾，拢总有9位两党的众议员，这是最近这几年来上介大美国国会议员来访问团，会伫下晡来觐见总统蔡英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总统府发言人 Grass 和周刊白宫甲已经结婚的保镖交往。Grass 为了避免影响公务甲团队，今仔早起嘛已经向总统蔡英文辞掉总统府发言人的职务，总统嘛已经准了。针对周刊指出讲 ，Grass 是伫去年选华人馆长的时，实在华人警方派伫身躯边的保镖，两个人进一步交往，后来互保镖的太太发现，嘛告去法院，要求赔偿100万哦。Grass 早起嘛伫面册表示讲，部分的内容上离谱，毋是事实。伊嘛强调讲，伊毋知对方婚姻的状况，两个人毋捌发生过亲密的行为，伊要向当事人亲人回息的哦。认为讲代志后来会有真相。总统府今仔是表示讲，这是个人的代志，伊无进一步的评论。也毋过 Grass 早起已经辞职，总统嘛已经准了。再来看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早起开记者会，宣布竞选团队。这篇长是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溥聪。金溥聪是讲哦，这场选战真歹拍，也毋过伊愿意帮助侯友宜来拍赢选战。民进党立委林俊宪是认为讲，这显示讲国民党的目标已经对选赢转做甲基本盘保调的就好了。有意，侯友宜，动算。手牵手发动选，展现团结气势。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竞选办公室要伫7月7日正式对外，特别早起公布第一波重要人士，由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溥聪出任执行长，负责选举方向。执行长负责选举的方向、策略、规划、执行，并统合所有的战力，也是带着这个团队往前走。最重要的一个步骤跟方向，这场仗是非常艰苦的仗，但是我愿意尽我个人的力量来帮侯市长打赢这场仗，因为这场仗不是为了侯市长，是为了我们国家的未来跟我们的下一代。所以侯市长现在其实是一个模糊的一个形象，我的责任现在开始就让人家认识侯市长。另外，前行政院副院长杜志军要担任国情国文团召集人，组织召集人是国民党立院党团总调陈明忠，副召集人分别是前立委林凤仪、前台南市议员谢龙介。金溥聪操刀救选前，毋过民进党立委林俊宪认为，这表示国民党的目标为胜选加做活落去，要保住清华基本盘。他的竞选目标必须有所改变了。由要当选转变为求活下去，也就是不能崩盘，不能变为老三，所以就请金小刀来诉求蓝营的基本盘。针对外界好奇未来金溥聪甲党主席朱立伦任务要如何分工呢？金溥聪表示，不管是总教练或者是执行长，竞选办公室只有强力提供资源，让球队拍好赢就胜利。记者综合报道。北中南生活款通勤月票 T Pass 7月7日开始哦，代替会有120台车头会当使用，计供会增设390台路卡机器。交通部长王国材早起嘛去视察演练。部长表示讲，7月3是 T Pass 上路头一个上班日哦，若是袂顺，通勤族会真不满，所以要求代替就要加强服务。那我们这边的验票机刚好停用，那你可以直接从那边出站。人排甲长路路踏伫 T Pass 专用出入口，卡片安怎路就是路袂过。原来是检票机故障停用，工作人员赶紧伫边引导后面众应赶紧出站。先生，不好意思，我刚刚要过，怎么不能过？结果，这个小姐因为无行专用通道，竟是检票失败，无法度出站，也无被扣钱。T Pass 通勤月票要伫这个礼拜6、7月7日正式上路。早起交通部长王国材专程到台北车站观摩，模拟演练突发状况。7月3号就来因应大批的这个通勤族哈，有时候这个通勤族或许他会比较不耐烦哈，因为赶时间。同仁哈这边这个在服务上面哈这个。尽量让来服务这个我们所有的民众哈。外界烦恼 T Pass 正式启用了后，人流甲人为专用通道进出站，恐惊会塞伫遐。
代替苹果 T-Pass 专用通道，录一张卡上值未超过1.5秒。对比代替原来录卡机出入1分钟差不多40人，速度明显有提悬。一共有提供390台的验票设备，专用通道会比较快。它这个是设定读卡机而已，专用现在我们测50个，好会比较快。代替提醒 T-Pass 月票限定在区间车、技工区甲 PP 自强区，那跨越生活圈专程会用电子票证扣钱。以人流上济，台北车站为例，目前初估有将近15万人次会使用 T-Pass。到时阵，若旅客先过济，会将境外出入口调整做 T-Pass 专用通道，要并年底进行整合完毕。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的天狗咧病例，计共已经有71例哦。国军嘛到疫情正严重的领地，全药消毒。虽然市政府投入真侪资源在摒扫环境，也毋过最近季度拢会落雨，嘛互防治变甲较困难。今年哦，你事件是第一型的天狗咧，甲2015年的病毒无啥相共，所以嘛提醒民众得爱特别注意。化学兵穿防护衣，2白透早来到台南天狗日疫情上严重的仁德成功里厝药啊消毒。台南市的本土天狗日到当已经有71例，其实自通报第一个本土个案了后，市府就加强个案徛家和接近东的所在去做探病网通的密度调查、摒扫，也个化学防治。毛石抽血站采验，因为今年流行的是第一型病毒，就惊民众家己无去注意到去中伏感染。重复感染不同类型的，比较容易产生出血性登革热。那过去在2015年的时候有26000多个，那这个我们当然不希望这26000多个有重复感染到第一型。2015年天狗节伫咧台南市探个真严重，当时有造成26000多位民众确诊。今年又搁出现天狗节疫情，大地这区的民众也是真紧张。对啊，我们要每天巡一下，在自己家里要，该到的要到，要巡一下，然后刷一刷，弄一弄，然后把疫情可以控制下来。尤其下雨过后，确实要把那些积水容器清理干净，这才是正道。那疫情陆续的攀升，我希望能够唤醒大家，一起来尊重我们的环境。最近下晡台北市会落西北雨造成积水，恐惊是会影响到防疫。市府表示，目前上要紧的就是控制疫情，但是嘛需要民众做伙配合，甲环境变好清气。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警方最近接到民众报案哦，民众讲伊接到电话问讲伊的厝敢是要买，民众认为讲伊的个资放外流咯。警方调查嘛抓到一个违法开发房仲系统的嫌犯，这系统哦有将近2亿笔的个资，户籍得当查。嫌犯嘛已经违反个资法判10个月有期徒。警方搜查细陈查甫人的车甲徛家，查扣伺服器的主机甲相关的证物。细陈的查甫人涉嫌设一个卖厝中人的开发系统，针对需要开发客户的卖厝中人，以会员收费的方式，违法提供要2亿份的个人资料，在因使用佮包括锁定的高学，并以会员制度分为日租、月租、永久会员，向会员收取2000至3万元不等的费用，借此谋取不法利益。警方表示，细陈的嫌犯捌做过物业管理1年外，趁这段期间接触卖厝的中人业者，家己研究设一个网络的伺服器，开发这套违法系统，提供详细的个人资料。警方发现会员的人数有约100人，各自封落涉的社区有40个，目前已经把这个网站汰掉。不过网络顶悬原来会当找到高校影片，目前哪像各有卖厝的中人搁咧用，警方要搁咧追查。4成到5成左右的房东用这些，在我们的业界能够先拥有对方的个资，就是已经赢到起跑点上。所以你会看到很多8年级店头、9年级店头，他做得很好，是因为他拥有这样的软体，他在开发的部分呢就是无上限。有知影内部的卖厝中人表示，资深的中人会利用企业的人面，趁听无人住的空厝调查成本的方式来开发客户。不过菜鸟要拼紧，佮无人面，都未少人会用违法的系统。警方表示，违反个资法，上当会当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佮有100万的罚金。若妨漏摄个资的民众，嘛会当提起民事诉讼讨损害赔偿。记者林建生、彭焕群台中报道。真侪民众哦，伫网络买物件，拢会透过第三方支付的平台来做交易。也毋过哦，这款第三方支付的公司，目前是无资本额的门槛，资格嘛无啥限制，所以嘛真侪诈骗集团的工具。
有立委就呼吁主管机关所谓发展部应该按制定管理加辅导的制度来强化监管。民众伫咧网络顶买物件，若用信用卡付款，拢会经由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因我也产生真侪问题。强制法遵声明，加强监管力道。立委开记者会讲，伫即马登记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业者有14000外间，每工会产生960万的虚拟口座进行代收代付。因过因为无资本业的条件，甲开业的资格限制，或真侪诈骗集团滥用洗钱，要求主管机关社会发展部应该拟定对策，加强立管。2/3以上第三方支付业者实收资本额是0，数发部在管理要求必要资本额应该明定，落实金流信托，必须对于虚拟账号的金流足迹有及时的存入。李伟讲，诈骗这么正严重，已经将这国安危机，应该强制第三方支付业者爱提出法遵声明，才能进行服务，来做到洗钱防治办法，也强化实名认证。我们在现有的这管理措施之上，其实都已经有在要求，比如说像刚刚的这些客户 KYC 这部分，这登录制度大概这一阵子就可以。对银行公会。他提出了一个有关银行对第三方支付提供虚拟账户服务的这个强化的措施。他如果有经过这个账户，应该是可以看到他那个金流的一个流动。社会发展部表示，已经甲金管会合作联防，积极管理加辅导第三方支付业者，来做到确保民众安全使用相关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市龙井一间茶库工厂伫透早火烧，加在1点钟内火就受到控制，嘛无人受伤。起火原因搁会调查。5点20分接获报案，这现场的工厂发生火警。那目前里面是堆塑胶料以及那个木材屑。我们出动了消防人员，总共51名，那车辆有21辆。没有人员受困，没有人员受伤。目前火势已经在6点25分已经控制，现在火势在残火处理当中。消防局表示，讲火场是一座老的铁厝的工厂，拢放一寡资源回收的茶库，可能是一寡放伫后壁边的茶库开始着火。早起6点25分这场火就已经受到控制了。再来看高雄屏东县市隔界的万代大桥，有民众翕到讲6月初4的时候，有超过10外台奥多拜，阁有真侪少年人咧驾车。屏东县警察局是表示讲，迄天并无人报案，也毋过调监视器的画面，确实有看到有真侪车的驾车，会通知这个车主到案说明。引擎声音刚刚叫顶5-6台奥多拜做伙驾车，看起来真危险。现场是伫咧高雄屏东甲界的万代大桥，有民众测试一天，翕到桥顶上无停超过10台轿车奥多拜，也记录到上无3架奥多拜驾车证据。本分局已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以厘清违规事实，并通知在场行为人及涉案人到案说明。屏东县警察局表示，当间无接到民众报案，透过影像比对掌握上无10台轿车奥多拜伫万代大桥群组危险驶车，而且当事人到案说明，而且当日居民也讲，最近确实有看到有人伫遐驾车，而且大部分拢是重型机车介过。落较大地，好啊，路都直啊，无车人顶啊。做一个管理啦，教育，教育失败啦。伊若家己切着伤，伊安怎伊无要紧一个尔，咱伤着别人诶。警方表示，危险的驾驶行为会当罚6000到3万6，而且禁止驾驶。若准有2台车以上伫车路顶头撇来撇去互相驾车的行为，上重会当罚到9万块，而且吊销驾照。情形重大也会当依照公共危险罪上班。最近当着休热，也伫咧7-8月的时阵，伫管区内面容易出现飘车族的路段，加强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婚姻检警调查非法处理废弃物的组织，发现讲嫌犯对去年5月份开始加工要改良土质、蹲沙石啊，做一寡农地也毋过说是拢放起厝的废弃物，蹲将近7万吨这嫌犯嘛已经互抓起来了。
满满的引擎废弃物，就顶伫咧森林坡尾半花边仔的农地。为去年5月开始，一个细岁的查甫人骗讲要帮助农民改良土质，或者是用囤土税的名义做农地，所甲引擎废弃物、有害废弃物直接囤伫农地甲渔运来趁钱。没有领有这个合法的废弃物清理的执照，所以他在清运这些建筑废弃物的时候，他就是跟那个地主或者是跟农民说，你有土方需要回填，我可以免费无偿的提供。警方表示，有民众听到是免钱的囤土，就答应细号的主嫌。后来看到家己的农地互人囤引擎废弃物，才赶紧报警检举，而且其他乡镇也有类似的案件。警方测检察官指挥侦办了后，发现原来有真侪废弃物处理场拢是细号的查甫人负责找地找人运作，数量高达67000多公吨，不法获利所得高达3亿元。经本署检察官讯问后，认为何姓主嫌及李姓共犯有羁押原因及必要性，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地检署表示，这个非法处理废弃物的犯罪组织，把废弃物倒伫后尾、轮背、二轮高坑、加斗六的偏僻土地，目前会继续追查不法利益的流向，呼吁民众若要囤土，爱找合法管道，避免受骗。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白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27证实讲，罗西亚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的头人普里格基人已经到白罗斯了。卢卡申科嘛对外讲出顶礼拜兵变的时，因的悄悄的过程。Я и Путину сказал, замочить можем, это не проблема, не с первого раза, так со второго. Я говорю, не делайте этого, потому что потом ника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не будет. Эти ребята, которые умеют друг за друга постоять, которые там и в Африке, в Азии, в Латинской Америке воевали, они пойдут на все. Гаранти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как он вчера сказал, в самолете. Да,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н сегодня в Беларуси, но, как Ленин говорит, мне бы такое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е в армии не помешало. Я с тобой согласен. 卢卡申科承认，伊甲俄罗斯总统普廷当初对瓦格纳集团拍算兵变的情势，确实误判。Мы ее упустили. А потом, когда она начала развиваться, мы видели и думали, что рассосется и я, и Путин. Ну, я в меньшей степени. Россия, мы останемся там под обломком. Тебя просто как клопа раздавят. Мне об этом Путин долго говорил. Отвлечены на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м фронте. 卢卡申科讲，瓦格纳集团的成员即马投靠白俄罗斯，当局考虑将一寡废弃的营地拨予因使用，希望瓦格纳甲组建的经验分享给白俄罗斯。I think miscalculated how that would be taken, and effectively demonstrated just the scale of weakness of the Russian government and of Putin. His main goal really will be to shore up those interests abroad. The network of shell companies,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that all are connected back to Prigozhin. 瓦格纳集团所在的方向也阁无明确，包括因伫全世界各地资产，尤其自俄乌战争开始了后，瓦格纳就甲开采自然资源看作是重要的财源。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美国联邦政府已经批准纽约市会当对明年的春天开始，向距离曼哈顿上流的地区的汽车来征收停车费哦。这嘛是美国头一个征收停车费的都市，也毋过各界各有真侪无共款的意见，有真侪汽车的驾驶是真反弹。纽约市定停车，即马经过环评审查甲规划制定了后，得到联邦批准征收停车费。相关方案按算伫2004年，驾驶可能逐工上悬交出13块的美金，相当新台币714块。Every day, if we make $200, we have to spend $150 for your supply and cost and everything. So if it's $23, so it's no good for no one. Every passenger that I pick is paying congestion charges already, so I don't know why I have to pay and then pick up the money for them. So I'm not going to do that. 这项征收费用主要是为减少塞车、改善空气品质，超过每年会带来10亿美金的收入。未来应用伫纽约大都会运输系统。根据去年一项研究实施了后，进入曼哈顿的车会减少15%到20%。How about less air pollution, lower carbon emissions, lower speeds, fewer crashes?
中国拍算针对近日或者是停在曼哈顿中城60街甲曼哈顿南边炮台公园的中央商务区的车受普通费用，按算明年春天就落。开时阵，纽约市会加入早伫2003年就实施的伦敦、新加坡、斯德哥尔摩，将做有征收塔车费的都市，第三美国是第一例。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来看意大利的庞贝古城遗址，考古最近有新的发现。研究团队挖出一面湿地真严的壁画哦，画中有看到亲像披萨的食物，这有可能就是意大利披萨的起源。壁画嘛显示迄当时的食食、生活甲文化现象。意大利南部庞贝古城考古园区伫今年发现一个奇特的壁画，顶面画一个银盘装食的物件。内底有圆形的福卡夏面包，顶面也烹料，边还佫亲像石榴加做的水果，还佫上至亲像顶酱料。甲装塔用的草木叶啊编的草本版式，在迄时阵被看作是招待人客迎宾饮食。E durante questi lavori è venuto fuori un affresco di una tipologia molto diffusa, quella dei xenia, dunque dei doni ospitali, frutta, una focaccia, un calice di vino che troviamo a Pompei, Ercolano e negli altri siti. 庞贝古城考古园区主任指出，圆形的面包互人想到披萨，因为庞贝遗址就伫披萨故乡那不勒斯附近15公里所在。不过，因为是2000年前的遗址，资料并无记载迄时阵是毋是有披萨这种食物，放伫象征珍贵的银盘顶悬，显示画图的人想要呈现迄时阵社会生活的现状。专家研判这壁画位置伫徛街湾灶骹的走廊壁面。另外，团队也伫附近发现3个人类的骨头，发现壁画的建物伫19世纪出土，为2023年1月开始进行挖掘的工程。公司新闻丁淑芬报道。国内消息来看，社署公布咱国内上新西药欠缺的情形。顶礼拜是接到18件欠药的通报，其中有7件是在调查后无欠货的情况。另外9件有建议使用替代的药品，包括治疗梅毒甲 A 型链球菌的药物盘尼西林。虽然咱国内各有2个月库存，也毋过嘛是要求厂商7月份搁再进8000吨的注射药剂。就是这种盘尼西林抗生素注射剂，临床常常用伫治疗梅毒、甲 A 型链球菌的上呼吸道感染。因为最近传出有药品欠缺的代志，经过小署盘点国内药品供应情形，目前国内有一张药品许可证，健保1个月用量差不多是2000支，依然有2个月库存量。不过，为了较细致的，会要求药厂7月提早进货8000支来台湾。目前的库存是足够有2个月的用量，好，所以可以供应到8月底。那我们也进一步洽输入业者，他们也预计在7月会进下一批货。另外，第4波新冠本土疫情也在高原期，有将近8成确诊者拢是感染 XBB 变异株。不过最近有医师发现，快筛试剂针对 XBB 疑似测不准的伪阴性，准确度只有7成。小署回应表示，目前还未收到有关 XBB 变异株影响检测性能的通报，已经要求业者1个月内交评估报告。为求严谨，我们已经发文要求业者呢，就是限期在1个月内提交产品检测性能不受这个 XBB 1.5变异株影响的评估报告。小署表示，新冠疫情期间紧急使用授权 EUA 总共205种快筛试剂检验试剂，其中部分产品授权期限到6月30为止，要重新申请医材许可证，才能够制作甲输入。库存产品依然应使用到保存期限为止。不过，其中有40种家用快筛试剂，已经要求业者7月底进前。爱交检测评估报告，若无依法爱落去免个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县伫2014年升格做地下市，嘛开始推动电缆线地下化。到去年为止地下化的比例嘛已经超过5成。也毋过有议员是认为，甲新北市嘛是未比值。也毋过桃园市政府是表示讲，因为部分的民众对于变电箱的位置有意见，佮加上地下管线真复杂，推动拢会去拄着困难，会继续甲电方来沟通。电缆线挂伫顶悬，亲像地图网共款，严重影响市容。
桃园升级了后，成立专案小组推动电缆地下化甲天空缆线清净计划，甲去年地下化比例52.6%，比台北市的85.8%，甲新北市的66.5%落在后面正多。侯议员批评：桃园市电线电缆地下化的部分落后双北，就算是落后我们2年才推动的新北市，也已经到了66.5%。沟通要更加的确实了哦，很多地方不晓得自己能够做电缆电杆的地下化，那有些地方则是因为地下化的配套嘛，就是电箱的设计哦，会出现一些沟通的障碍。议员表示，电箱常常造成电缆地下化推动的障碍，建议出门口有电箱的人应减少房屋税或者是地价税增加诱因。另外，桃园电箱制、电协金、回馈金支付应统收调度部分，建议拨一部分予电缆地下化做专用经费，充实财源。总计从104年起到111年的8年期间，地下化比率由41.1%提升到52.6%。提升的比率为全国第一。永康处表示，因为地下管线正复杂，加上民众闹一路都爱先暂缓执行，目前以中卫区相关甲公共工程周边优先推动。现阶段除了每年编列1亿预算办理电缆地下化，也有天空缆线清净专案。过去5年已经完成280公里缆线清净，计划未来4年也会清理310公里。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黄豆、麦仔甲番麦主要拢对美国进口。早起，美国果务协会驻台湾办事处庆祝成立50周年。美国方面希望讲，除了食的甲饲料用的谷物，台湾卖当进口提供新职人员使用的材料。也毋过，人嘛伫现场的环保署长梁祖敬是表示讲，这需要搁再做评估。美国是台湾上大农产品进口国，去年进口值达到46.7亿美金。黄豆玉米小麦是大宗。会知影美国果物协会驻台办事处庆祝成立50周年。果物协会执行长指出，台湾是非常稳定的市场，但美方未以此满足，希望扩大出口。We are not content to rest. In fact, we've launched a new initiative of bringing awareness of how important blending U.S. ethanol into gasoline can be in helping Taiwan meet its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goals. 会在庆祝年会，环保署长张祖敬嘛出席，伊强调为减碳的角度来看，嘛是鼓励民众多多食素食甲在地食物，节制进口谷物甲肉类的食用，降低碳排放。有关美方寻求合作，希望台湾进口谷物做成节能，取代部分化石燃料。伊讲这是达成2050净零排放的方法之一，但需要评估。我们试过，当然有一些问题嘛。那当然当初是从空污的角度，那现在如果说把减碳也考虑进来，它可能评估又不一样，所以是不是可以进一步评估？这大家可以去考虑。谷物做成节能的原料，张祖敬表示需要考量进口的碳排、全球粮食供应的伦理问题。针对大宗原物料进口，农委会表示，国内业者已经采买到11月，后半年供应稳定，但美国中西部出现欠水，需要监测是毋是会带来波动。记者林俊梅、王向忠台北报道。来看花莲有一间饭店业者为着行销，推出一个丰年祭顺利的行程哦。也毋过，拢无甲在地阿美族人联络讨论，和族人是真不满，认为因根本就是利用消费原住民的文化，要求业者得爱回息嘞。每年热天，花莲的阿美族拢会办丰年祭活动，为了要吸引观光客，这间旅宿业者设计一套丰年祭行程。专栏内容是以热烈、高调、欢乐、浪漫等文字，把传统祭祀文化当作商品伫咧卖，族人真无欢喜。当我们正在做文化学习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一堆游览车出现，带着相机拍照。如果这个是一个教室，或者是这是学校。就是外面有那么多游客，这是被接受的吗？族人开部落会议，认为这个商业文宣严重误解阿美族传统文化内涵，事先也无甲部落联络沟通，要求业者甲文宣摕来，而且亲自到部落会室的。总归一句，就审理的负责人或是相关的公关人员，要正式的道歉，不能再以一昧的推给员工。
花莲县政府每年也拢会办联合丰年节，就此来区分商业观光行为加文化传承的祭祀活动，不过拢会甲部落先沟通。不管是旅行社或是饭店，在安排游程上，如果要带进部落，一定要征询各部落的意见。在丰年节之前，其实花莲县政府也都会征询各部落的意见，告知重要的事项，要尊重各部落的文化。这间露宿业者是发文回应，除了对部落感到抱歉，在第一时间就把文宣提来，也强调会安排主管到上岸部落加耆老会去亲自会习的，并且学习部落的文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2023年宜兰的国际童玩艺术节，7月7日开始，今年是以童玩玩舞场做主题哦，设计一寡游戏设施。也毋过因为疫情解封，有真侪民众拢出国去佚佗。宜兰的饭店业者就表示讲，今年热闹宜兰地区订房的状况大概只有5成，无介理想。达达桥的顾客宣布，今年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要伫7月7日上场，到8月13结束。这个耍的项目以童玩玩舞场做主题，官府除了伫耍水区打造水舞场乐园，还佫有观光的天际骨体地心探险。新镇海中秋这刺激项目，要游客耍者够开。那今年呢，节目特别的精彩，我们从7月1号到8月13号，总共有44天。童玩节是宜兰热天主要的活动，举办是毋是有成功看满着宜兰旅宿业的成绩？不如个今年疫情刚结束，国境解封，民众伫热天大部分拢是出国去，国内旅游受到冲击。宜兰的旅宿业者就表示讲，目前订房率无到5成，希望公部门会当制定这个问题。我希望县府就是说活动持续办，这样业者一定要有所产品创新，这样让消费者掏腰包出来，在我们宜兰地方消费。所以县政府在今年的一个童玩节所安排的包括国外的团队包括我们的一些演出的团队等等都特别更胜于以往。县府讲，今年童玩节的设施甲表演团队拢比进前较赞。规个秀热除了有童玩节，还佫有妈祖文化节和花卉节。希望透过这个活动，会当使人来宜兰佚佗。今年的童玩节因为拄着真侪人拢出国去佚佗，是毋是会当成功来带动宜兰的观光？各界拢在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前2档疫情严重的时候，学生囡仔拢伫厝里线顶上课，有部分的国小就发现讲，学生囡仔近视的状况有较严重。另外，青少年食电子烟的比例最近嘛有增加。烟品不是毒品，所以吸烟是不太会上瘾的。假期启动活动问答，了解粉甲槟榔的危害。这是阳明高大团队上新的3项合作成果。希望未来协助各中各小进行粉甲槟榔的防治。另外，运用 AR 的游戏系统，已经免费提供给需要的学校。平常时团队嘛有入去学校增加老师的知识甲能力。不需要花一整个节课的时间去做教导，你可以用10分钟、20分钟就可以去融入在学校的活动当中。青少年食作粉的比例下降，不过电子粉的使用比例在第3年来为2.7%降到6.6%。烟害防治法已经修正通过，未少学校要让学生提早订捌拒绝食烟。这个对新兴烟品的部分是我们在过程中很特别强调。因为3C 产品愈来愈普遍，新冠疫情严重时，有国小改伫线顶学习，有学校发现学生视力不良的比例有加悬。马祖会介绍各中国小利用现有的资源，启动视力防护措施。我们要求家长督促孩子务必休息。介绍各中国小降低学生的视力不良比例，得到111项年度视力保健的第优学校。学者指出，整体来看，学生视力不良比例转好，不过安怎减少中低年级以下学生近视，也是重要的方向。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在做囡仔的时阵若准备靠有的演歌戏，拢会走去戏棚后台偷摄，对演员的西装打扮嘛拢真好奇。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因头壳顶叮叮咚咚的头插，其实是有历史的演变，嘛对时代的改变咱做伙来了解。深闺的女子手放济，骨严家来唔敢趁红杯。已经退休10多年的歌戏演员郭金兰，讲到做戏的光景也是3工讲袂煞。伊行过歌戏上车影时代，戏人内面有真侪宝贝。
较早因果测戏的时阵，拢爱拔各种大头。各种大头形体虽然是对中国京剧模仿来的，不过经过台湾在地化了后，也演变出家己的特色。这各种大头的配件有梅花、粉鸟、边风、三层叶、细只叶、寿枝、芭蕉扇、金拱槌、夜光花、边花、米谷掌等基本配件。其中寿枝加四角形的梅花是台湾歌戏的特色。毛歌嘛高基的，这大部分做小段拢高基啊，这七支啊边啊，这边啊就高基。对着时代演变歌戏的装扮形态，也对着流行，也甲古装大头改做模仿电视古装的古装头，利用假头毛贴头毛丸，不管是插珠啊，或者是戴皇冠，拢会当变化出无同款的造型。大头因为伊的技术性较大，然后你若讲热天的时阵，你家绑落去，即摆少年人较无爱绑大头，就是会流汗，伊会感觉足艰苦啊。绑大头，伊的珠啊插足济，会感觉足重的。啊，规个拢掺耳啊，拢包起来的时阵，伊会感觉讲无听到人咧讲话，而且嘛足压杂的。头套就是毋免像大头安尼，一块一块一定爱高地安尼落去量。伊的造型是无啥共款，啊，若头套就是低起哩就好啊。其实就是讲较轻松啦。歌戏的文化倍数大海，接受每一条溪流共款，毋若保留故事内面的中校节机，也吸收着时代潮流。毋若有北管、南管、高架戏、京剧的元素以外，也有一本普通的风格伫内面，庙口闹热的演出，展现台湾人有北长包容差异的精神。记者郑家豪台北中华报道。为特别互民众了解台语文学，嘉义市的独立册店台湾读书室举办台语诗歌节的活动哦，邀请民众来分享台语文的诗歌，有人念诗，嘛有人来分享家己的创作。好像你人骗去，哎，阿多啊！用唱的方式来分享各地所老师的诗。嘉义市的台湾读书室举办第1届台语诗歌节，有人捡家己的诗来念，嘛有人分享家己的创作。自由花蕊真明亮。大家可能拢是念新诗，啊，毋过我感觉汉诗真要紧，所以我特别想讲，啊，就刚刚这条我较简单吟嘛，较会晓吟，我就吟互大家听看卖咧。毋管讲你家己有写诗也无写诗，吼，有诶念别人题，这嘛真好啊。啊，若有写诶，哦，借这个机会当咧遮发表，啊，提醒更较侪人，吼，行为台语这条路。透过诗歌来参加的民众，嘛感受到台湾文化，发觉台语真好听，台语文真水。阮的故事用文字写出来安尼，啊透过阮念出来，互大家知影，阮的台湾的文化安尼。互大家更较了解讲台语其实哇，听起来足水的，写起来嘛足水的吼。啊，咧唱也是咧吟、咧念，拢是一个真感动人的语言吼。主办单位台湾读书室表示，头摆来举办，就有遮侪人愿意来参加，互因对台语文的推广更较有信心。嘛，希望刷来会当有更较多元的作品，通甲大家来分享。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看南韩哦。再来看伫尼泊尔平原山区哦，无啥医疗的资源，因有一个企业家甲尼泊尔眼科医师合作，免费为偏乡的民众做白内障的手术。目标是2030年之前，会当帮助50万人目睭经金重见光明。伫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附近的这个庄仔头，一群村民坐伫学校外口的空地，每一个人的目睭拢用甲侪甲好大拔掉的。原来因拢伫无偌久之前，才动过目睭的白内障手术。负责帮因手术的是眼科医师洛伊特，伊利用学校的教室当作临时的手术室，替这个住伫真偏僻山区的散车人免费做手术。伫牙在甲好大慢慢啊透开，病人的目睭会当重新看到物件的时，每一个人拢足激动，甚至欢喜甲牵亲人的手斗阵跳舞。今年68岁的洛伊特医师出世伫尼泊尔非常偏僻，连车都无法度驶到位，爱行路行10几点钟才行会到的山区。
伊13岁时，这破病过身，互伊决心将来要做医生来帮助别人。对尼泊尔的散车人来讲，目睭看无袂当做事，可能就真歹换落去。一个简单的白内障手术，就会当解救因的人生。You can see how eye care is so difficult and how healthcare would be difficult, how education would be difficult. If I can play a little bit of a role, that's I would feel very blessed and very spirited, really. 事实上，这个替散车人做白内障手术的计划背后有一个大金主赞助，住伫英国的印度的大头家科里。少年的时捌因为早起伫美国坐过家，出国了后做生意，赚着真侪钱。伊讲伊是用赎罪的心来赞助这一摆爱50块美金，差不多代表1500块的白内障手术。So if somebody can see a blind person for $50.What better way that I have to spend money than that? 科里打算摕1亿美金来赞助这个计划。到目前为止，洛特伊医师已经动过13万届白内障手术。除了洛特伊医师以外，科里嘛伫国内的国家训练其他医师加入这个计划。目标是到2030年的时，世界各地有50万人会当得到这个计划的帮助，重新见到光明。记者甘美恁编译。下晡半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华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咱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